好，大家好，我係 Joseph Chan。咁咧，今節咧嘅影片會延續翻上一節嘅影片，會介紹一啲同深呼吸同埋冥想有關嘅練習俾大家。咁咧就希望在座各位可能係備考緊 DSE 嘅考生啦，又或者係正緊經歷緊一啲人生影響你哋人生重大決定嘅一啲嘅經歷啊，但係而家處於一個好焦慮嘅狀況。咁本次影片所介紹俾你嘅練習都好適用嘅。咁而家呢，我邀請大家先揾一個安全唔被打擾嘅環境，坐低落嚟，跟住就要確保個周邊嘅環境唔受任何雜音嘅干擾。咁如果你戴住一個耳機進行訓練嘅話，咁效果會更加好嘅。然之後，如果你哋準備好啦，咁就可以慢慢咁樣合埋你哋嘅雙眼，先深吸一口氣，然後用嘴呼氣。好，再嚟多一次，先深吸一口氣，吸入嘅係周邊清新嘅空氣，然後將我哋嘅空氣喺我哋嘴腔裏邊吐出。好，再嚟多一次，深吸一口氣，你吸入嘅都係一啲清新嘅空氣，然之後將我哋積壓已久嘅體內嘅氣體從我哋嘅口腔吐出。而家你會覺得越嚟越放鬆。好，而家我而家會引領大家走入一個好靚嘅畫像入邊。如果進入唔到嘅話，請接納自己，請根據住我嘅引導去聆聽感受就可以啦。而家你走入喺個沙灘嗰度，周邊都係嗰啲海浪嘅拍打聲。夕陽而家好漂亮，而家正值差唔多係一個日落嘅時分，太陽同埋天空都遍佈住一片好染紅嘅彩霞。而家海鷗都自由自在咁樣去飛翔住，準備住蔚藍深黑嘅夜空到來。你而家行過去海灘嗰度，一陣涼風輕輕拍打你嘅面，你聽住嘅係一個流水拍打海岸嘅聲音，你就喺度感受住呢一陣嘅涼風，你好悠閒，好放鬆，你想坐喺沙灘裏嗰度。你坐喺沙灘嗰度，你感受一下個海浪拍打係你腳同埋你身體嘅感覺。你猶如正在為你嘅身體進行一個按摩肌膚。隨住海浪不斷拍打你嘅海岸同埋穿過你嘅身體，你而家你嘅焦慮、重擔、頭腦上面嘅一啲嘅疲勞，都隨住呢一個嘅海浪嘅浪跡退潮而去。而家你嘅重擔慢慢隨住呢個海浪嘅退去而慢慢帶走。你好似已經重回返當初嘅寧靜，你繼續欣賞住呢一片染紅嘅彩霞，同埋迎接住晚風靜靜吹過你嘅面上面，正等待緊
星空日月星宿嘅到來。而家你坐喺度好舒適，瞓喺度好舒適。你繼續喺呢度沉寂一陣間，繼續深呼吸，繼續享受住呢一股嘅清涼嘅寧靜。好，我相信大家已經係而家嘅身體逐漸放鬆，身體嘅肌肉亦都隨住之而鬆軟。而家可以將我哋嘅畫像裏邊帶回到現實生活環境入邊，然後慢慢咁樣擘大我哋嘅雙眼。OK，翻嚟啦，各位觀眾，係咪放鬆咗啲呢？咁呢，我希望尤其是而家正面臨緊一啲比好緊張狀態嘅 DSE 嘅考生們，咁如果做咗呢個練習之後，會令到我哋個大腦放鬆咗好多。我都知道大家你哋為咗備戰嘅 DSE， 大家都好大壓力，同埋頭腦都好辛苦。咁呢，如果做咗頭先嗰個練習有認真咁做嘅話呢，的確係可以得到咗一個好放鬆嘅效果嘅。所以呢，都勉勵緊你哋啦，繼續去亦都抽少少時間去做一啲有益身心又健腦嘅一個訓練啦。例如頭先我介紹嘅深呼吸啦，咁亦都可以去約一班 friend，可能係揾一日時間去一啲野外啊、郊外公園啊，可能大家去傾下偈啊，大家互相支持下，欣賞下啲大自然嘅景色啊，又或者喺海濱公園嗰度去散下步啊，嗰啲呢都可以俾我哋嘅大腦係休息嘅，俾我哋大腦係可以靜落嚟嘅。記住，而家呢個時間係越大壓力嗰陣時候，你嘅頭腦要温咁多嘢，好攰嘅時候，係越要俾嗰個頭腦去休息嘅時候嘅，唔好逼到自己太緊。如果真係温書温到好攰嗰時候呢，記住真係要俾個腦去休息一下。咁如果係越去逼到自己越緊嘅話呢，咁到陣時候你真係想考場嗰陣時候，你嘅狀態呢係大打折扣嘅。一啲嘅運動選手嘅運動員係臨近出場比賽嗰陣時候呢，佢哋通常係需要要揾個方法去保持自己臨場嘅狀態，有一個好嘅發揮嘅。咁佢哋通常咧唔會喺嗰個臨出場嗰時候咧，俾自己咁密集式嘅訓練嘅，因為嗰場個密集式去訓練咧，通常係平時做嘅。越去到打仗嗰一刻咧，佢哋係越係要俾自己去諗一啲方法，係俾自己去諗喺臨場嗰度有更加好嘅發揮。咁 DSE 考生們，又或者係正在備考緊其他考試都好，越係臨近考場嗰日咧，你哋係越係要俾自己係喺個頭腦裏邊咧有一個更加好嘅狀態，令到你哋去應考嗰時候有一個更加好嘅發揮嘅。咁我想分享嘅就係咁多。咁如果 like 嘅話咧，又或者仲有啲疑問嘅話咧，歡迎大家嚟私信我。我係 Joseph Chan。